仍然沒有遇到那位跟我絕配的戀人，你根本也未有出現，還是已然逝去。懷疑在某一個角度裏的某一年，還未帶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過一位等我愛的某人，夜夜為我失眠。從來未相識，已不在這個人極其實在像個虛構角色，莫非今生預定陪我來，卻去了錯誤時代。情人若寂寥的出生在1874，剛剛早100年一個世紀，是否終身都這樣話期地等雨季會降臨赤地？為何未及時地出生在1874，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？互不相識，身處在同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